在屏東潮州苦瓜寮附近的是有民眾聽到這牛母安尼哀哀叫，一個甲看才知影講原來是有一隻牛仔囝爬落去水溝，後來有3個人呢是用這鎖啊做伙甲這隻牛甲救護起來，另外也有2隻牛呢是走去到車路，互人行一條，所以警方是呼籲這主人呢得愛負管理的責任，避免影響到交通安全。牛媽媽徛佇水溝邊，一直哀叫聲，聽起來親像咧喊救人。因為伊的牛仔囝無細記跋落去水溝。13早起6點左右，屏東潮州有民眾要去田裡做事，佇苦瓜寮附近聽到有牛母咧叫的聲音。我過去看，才發現一隻細隻牛佇水溝底，找無路爬起來。民眾就大問，落尾有熱心民眾到3工救牛。牛的嚎叫聲，我覺得那個叫聲不太尋常。我後來有借到樓梯，但是牛我還是抱不動。伊講我這細隻那個較北的，伊就起來安尼。其實唔那苦瓜寮，舊潮州橋佇車口，嘛有民眾暗時看到2隻牛佇大路頂散步，警察來請高教場處理，因為牽涉到交通安全，警方找到飼主了後，依法開單。根據了解，舊潮州橋到苦瓜寮這區位啊，東港溪煙花大約有6位飼主飼100隻左右的牛，所以不時就有牛走出來的狀況。通知潘姓飼主到場處理，並依違反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84條。對其治單告發，後續將函轉屏東縣政府農業處依動保法裁處。警方已經真濟屆呼籲飼主應該愛負管理責任，避免動物黑白走，去影響到用路人安全。若不幸發生意外事故，雖然道路安全部分上懸只有罰600，但是動保法所罰的部分是會當罰3000到15000塊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